各位兄弟平安，母亲节快乐！咱今仔日吼先来锻炼念语礼拜中咱所要吟的4首歌。好，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打开前面的圣诗。好，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拿前面的圣诗，这个叫做圣诗。好，可以打开第14首，或者你们要看荧幕。好。今仔日咱期待小朋友为咱所准备的礼拜哈。好，咱来看第1首诗歌，圣诗第14首，圣诗第14首，噼里啪啦噼啪叫。哈，好，所有的小朋友、大人，我们都一起来。这一首诗歌是一个日本牧师，他在服侍的时候哈，服侍到有一段时间他很低潮。他心情很坏，因为比如说这个人数也不太能够增多哈，然后可能教会事情问题很多，所以他心情很坏。可是有一天下大雨，他就看到外面有小朋友在那边玩，在大雨里面玩追打叫他突然就觉得哇，好感恩了哈，所以他就写下这个在四季有下雨下雪哈，还有那个星星好，就写下这样子的诗歌。好，我们现在来唱第1节跟第2节就好。好，老师给我们一个前奏。好，小朋友要大声唱哦。好，噼里啪啦，预备，来，噼里啪啦，噼啪叫，跌落雨，跌落雨，噼里啪啦，噼啪叫，声势为落雨，要好大所的花香，渐渐变做真高人，青的泪两边为看见，日出光满天。好，我们停一下。好，我们投影的童工在我们唱每一页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就要下一页喽。OK， 从头我们再来一次。噼里啪啦，第1节，预备，开始。噼里啪啦，噼啪叫，跌落雨，跌落雨，噼里啪啦，噼啪叫，声势跌落雨，要好大所的花香，渐渐变做三个人，花蕊两边会看见，日出光满。第2节，预备来，很好，轻轻飘飘飘落来，跌落雪，跌落雪，轻轻飘飘飘落来，声势为落雪，要好花草甲树枝，金马衫来过冬天，虽然霜冻天气寒，小落的温暖。真好，咱来看第2首306，我的心。好，你就学罗住。好，306可以翻到306哦哈。好，这一首诗歌它有轮唱，德国人写的，德国人最喜欢轮唱哈。好，我们现在唱2遍哦。好，小朋友记得你们的任务吗？好，那我们的会颂我们就唱2遍，就从头到尾唱2遍。好来，家长们可以陪那个小朋友唱轮唱。2、3，备来。我的心里就学罗祖，就学罗祖阳光闪亮。不要太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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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来，学罗来，学罗我祖，我的心里就学罗祖。好，会颂继续。来，小朋友大声一点。
长和小朋友都是唱轮唱哦。好，我们现在看第3首《压手听娃娃在边》。好，132。好，第3首我们来唱132，压手听娃娃在边。这已经像像儿童主日学的国歌一样。这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它是有一个小说，有一本小说写3个人的故事，一个老师和2个兄妹哦，他们的故事哦。然后呢，他们在故事里面，在这个小说里面有一段他的那个诗歌是写这一个，哇，就被作曲家看到，作曲家看到以后就觉得哇，写得太好，所以他配上去。所以呢，这一首可以说是作曲神来之笔就把这一首诗歌变成儿童主日学的好像国歌一样好，我们来唱第1节跟第2节就好。好，一起来，预备，开始。要有精神哦，因为你在你心。好，你们唱歌的时候眼睛要亮起来。一摆第2首，来第2节。我会做歌，伊洗真，互伊细囝入内面。好，耶稣听我，你们都会大声一点啊！主耶稣听我，很好，很棒。很好，我们最后一首来看上营上帝保守你420哈，你们可以翻到上帝保守你。这首诗歌是晚岛的歌，晚岛的诗歌哈。晚岛，你们注意看那个歌词，晚岛之后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哈。所以这一首是非常适合晚岛的诗歌哈。好，我们来。这个要反复唱2次。其实你在晚祷的时候，你要唱几次都没有关系哈。好，我们一起来哦哈！上帝保守你，基督扶持你，圣神照顾你，安稳哪伫天。主恩典医治，抱你的行程，带你出黑暗，入光明。你看写得多好！我们连续唱2次，预备，开始。上帝保守你，基督扶持你，相信照顾安稳哪的天。赶快，主恩典医治，抱你的行程，带你出黑暗进入。好，反复，过一摆，来。上帝保守你，基督扶持你，相信照顾安稳恩典医治，抱你的情景，带你出黑暗进入光明。真好，咱今仔日吟诗学乐到这，请咱准备心来礼拜。今仔日阮主日学有真认真咧准备，若表现了无啥拄好的所在，请恁才甲阮鼓励，多谢。
请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颂赞入去伊的城，着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伊的信实透甲万代。做伙吟诗来赞美咱的主。圣诗第14首，噼里啪啦噼啪叫，会众请起立。
吴新杰同学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手术耶稣基督，写做阮的救主。因为耶稣对是国外的大宽容，互阮有永远的盼望，甲新的活命。求你帮助阮，将你的话语记牢你心内，挖苦心事的同在。教导有会晓在敬畏你，专心敬拜你，互阮也过做的引诱。若阮不小心犯罪，也互阮知罪，搁恳求你的赦免，互阮重新有清气的心。感谢你。才做阮生命的主，愿阮的学习、凡事找求你的旨意，重新遵行你的引带，互阮每一步家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阮的祈祷无完全，阮的学习，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的天父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传阮离地去，着救阮脱离迄歹个。因为国、欢迎、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第22篇，诗篇第95篇。请林以乐同学带咱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创下地基轻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的。来啊，咱来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主。圣诗，做伙用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有老主，会众请起立。
会众请坐，请陈木杰同学带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守属阮到夜的稳顿，搁感谢你大时刻的带领。当阮伫生活中拄着困难甲挑战的时，求你守属阮智慧，引带阮对你有不变的信心。相信你的应允甲神藉你甲阮同行。求你帮助阮，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困境，永远定中服侍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伫阮信心不足的时，永远用你的疼甲稳定扶持阮。愿天父教导阮，才做一个有智慧、有勇敢、有忠心、甲信心，搁互你心意的人。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读经内容上记3章16到28节，请廖允成、郑宇安同学来读。有一日，两个妓女来王遐，徛伫王的面前。这个妇人人讲：“我的主啊，我甲这个妇人人住同间厝。我生囝时，伊嘛伫厝内。我生了第3日，这个妇人人嘛生囝。阮两人以外，无别甲阮做伙住。每时，这个妇人人伫困的时，甲伊的囝缀死。伊半眠起来，等你的女婢伫困。”对我的身边，甲我的后事抱去，下伫伊的胸前，将伊死去的后事下伫我的胸前。天光，我起来要互我的后事食奶，无拍算，因仔已经死。我详细看，发现毋是我生的囝。另外一个妇人人讲，毋是，坏的是我的囝，死的才是你的。第一个妇人人讲，无。死的是你的囝，活的是我的。因伫王的面前，安尼相争。王讲，即个妇人人讲，我的囝是我的，死的是你的。迄个妇人人讲，无，死的囝是你的，活的是我的。王搁讲，甲我行倒来，是为就行倒来王的面前。王讲。将我的囡仔破做两边，一边互即个，一边互即个。我的囡仔的老母为着疼家己的囝，性情受火咧倒，就对王讲：“我的主啊，将我的囡仔互迄个妇人人，千万毋通甲伊杀死。”另外，迄个妇人人讲：“甲伊破开，即个囡仔毋免互伊，嘛毋免互我。”王就下令毋通杀。将我的囡仔互第迄个妇人人，因为伊才是囡仔的老母。全以色列人民听从王的判决，就拢敬畏伊，因为伊看见伊判断的是有对上帝来的智慧。赞美，请小大卫诗班献诗，因所被吟的诗歌是《你必照顾我》，感谢你，妈妈。
讲道，请黄春生牧师，伊的题目是“听”，互咱看到上帝伫地。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咱小朋友，咱嘛甲在场的妈妈、阿嬷说母亲节快乐，来一起来，母亲节快乐！今仔日也是咱儿童的主日，感谢上帝，互咱的同学带领咱做阵来敬拜上帝。我们的学生同学非常的认真准备。其实有侪人其实对台语无啥熟，但是经过家长老师的这个帮赞，其实进步真多，进步真多。台语也讲了愈来愈顺，也唱歌也非常好听。今仔日带咱做阵敬拜上帝，献上这个。芳芳的祭伫上帝的面前。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我要分2部分。第一部分是甲主日的同学先来讲故事，然后甲咱所有的兄弟来分享信息。咱伫主日学的中间，其实就亲像摊多咱所看到的。可能有小可乱糟糟，但是底下学生其实拢会听，拢会学习。现在我要跟主日学的同学来说今天的故事。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的故事。故事里面说到谁？说到2个妈妈，对不对？这2个妈妈呢，她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妇人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自己的小孩子被自己压死了。那后来呢？天亮的时候，另外一个妈妈呢，发现自己身旁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因为已经被人家偷换掉了。所以2个妈妈在那边争吵，到底这个孩子是谁的？活着孩子是谁的？所以2个母亲呢，他们来到了所罗门王的这个面前，希望所罗门王为他们来决定，到底孩子是谁的，谁才是真妈妈？另外一位一定是怎么样假的妈妈？所罗门王在那边思考一下，他吩咐什么？请人拿刀来，把这个孩子怎么样破一半，一人一半，很公平吗？公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因为死掉哪有公平，对不对？所以最公平是怎么样？所罗门王他想了一下，他的判决很恐怖，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妈妈，这时候她怎么样？她在那边喊说：“陛下，孩子，把这个孩子交给另外一个女人好了。”另外呢，假妈妈她说谎，她出于嫉妒，她说：“不必给我，也不用给他，把这个孩子剖成2半，就像王所说的。”所罗门王听了以后，就斥责那个要孩子死掉的母亲，他就把婴儿给了那一个哀求的妈妈。所以各位同学，谁是真妈妈，谁是假妈妈？第二个就是为孩子求不要杀他的妈妈，对不对？所以真妈妈跟假妈妈2个人当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一个是对，那就是一个想要孩子死，一个想要孩子活。更重要的是，一个有爱，一个怎么样？没有爱。是的，所罗门王他是不是真的要这个孩子把他杀掉？不是啦，他是要来观察谁的内心里面才是有真正的爱，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那有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也认识上帝。”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因为有爱，上帝在那边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帮助了所罗门王怎么样？有智慧去判断。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要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彼此爱人如己。因为有爱，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那如果仇恨呢？仇恨不仅仅不会让人得着生命，也不会让人看到上帝。只有爱才能让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一场这个争夺孩子的过程里面，贾妈妈她怎么讲？她说：“大不了都不要了，我得不到，你也不要想得到。”有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我也不要了，你也不能要。可是这样好不好？不好。所以贾妈妈，因为她没有爱，她根本不想把孩子把他带回家抚养。但是真的妈妈她怎么样？你不要杀孩子就好了，我宁可把孩子怎么样给你。贾妈妈听到以后有没有非常高兴？没有，她反而说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所以可见的，假的妈妈跟真的妈妈争夺这个孩子，是出于什么？她很嫉妒，因为她自己做不了妈妈，她也不要让别人做妈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真的妈妈她怎么样？她出于她的慈爱，她宁可为了孩子怎么样牺牲。所以当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她为了要保住孩子，她宁可放弃自己原来属于自己的孩子的权利。所以真的妈妈怎么样？因着爱，她宁愿把小孩子怎么样让出去，就好像上帝他爱我们，他宁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怎么样让出去，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是要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救赎。如果不是上帝给所罗门王有这个智慧，真妈妈有可能怎么样，连他的孩子都要失掉。如果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所罗门王他有没有办法分别谁是真正的妈妈？没有，对不对？所以因为爱，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也希望同学们要记得，智慧是来自于上帝，那有爱的人也认识上帝。而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来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我跟你们大家分享完了，你们要回去想，我如何跟人家分享从上帝来的爱。不是我得不到，你也不能得到。我宁可怎么样分享？愿意分享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上帝在他里面。希望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上帝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有充满的从神来的爱。跟大家分享完了，我要开始跟大人分享。留意下这。谈到跟学生分享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重要的是爱，上重要的是疼。在这个疼的中间，其实咱咧学习安怎来跟对主的脚步。你敢有想过，如果这个代志发生伫今仔日，你会安怎做？有一回查经班的时阵讲。今仔日简单啦，送去病院做亲子鉴定就好啊，马上就有答案啦。太有看你啰嗦。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人认为，这两个妈妈的反应，拢无法度证明这个囡仔是什么人，证明什么人的囡仔，无法度分别真正到底囡仔是什么人，敢会当知影什么人真正有疼，真正疼惜囡仔的老母，才适合做囡仔的老母。所以所罗门王的做法，其实是要将囡仔交予什么人？交予有疼的人。所罗门王毋是要知影什么人是真正亲生的老母。其实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拢会当真批判、真质疑。安尼，咱甲咱甲上帝的话语来做对话。这个故事其实嘛有真侪人提出因的批判。一种的批判是讲，故事内面，迄个所罗门王是否滥用权力？有人认为，将囡仔破做两边，这款代志他会做会出来。不但无法度说明所罗门王是有智慧，更较显露出伊的滥权的暴力，甚至安怎践踏这个妇女的尊严。所以，伊真粗残的要求将囡仔抬死。这两个妇人人惊一个无力反抗，第一个妇人人惊到，伊就放弃自己的权利。第二个是安怎？无，伊知影。所罗门王伊的残暴，伊无屈服，伊无惊吓。伊讲：你要抬就抬啦！你若真正抬落去的时阵，你的王就真做一个歹名声的王。这是无共款的批判观点。第二个批判，讲起来可能搁较离奇，因为因认为讲，这可能是大官甲新妇的关系啦。迄个16节讲到，这两个妈妈是安怎？是妓女，但是伫犹太的社会中间是禁止妓女的，因为这会去互人用石头钉死。这个妓女希伯来的意思有可能是指伊甲其他的神明来往，也是爱拜其他的神。所以，若是照当初时的标准来看，所罗门王伊甲外族通婚，伊引进足侪外邦的神明，所以妓女应该是所罗门王。因为安怎？这无好听的名应该落伫伊的身躯顶。伫这个故事内面，这两个妇人人因住做阵，困做阵，应该是共一个厝的人，所以也因为安尼。有列比的解说，这两个妇人人有可能是大官新妇，但是因的翁拢死去啊。照以色列传统的律法，如果一个妇人人的翁死去无囝，这个妇人人伊就安怎？有可能爱改嫁，譬如讲伊的丈夫的小弟。所以故事中，这个囡仔死去的。这个是新妇，斟酌想一下，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新妇起头要摕伊大官的囡仔，将家己死去的囡仔吊换。后来听讲所罗门王要将这个囡仔破做两边，这个新妇伊非常支持，因为若是安尼做的时阵，对伊更较有利益。因为新妇伊就免安怎，等伊的小侄大汉了后，甲嫁予伊。这种的解说非常有批判性。当然，咱会当有用批判的方式去质疑圣经内面的记载，会当去解说。但是我家己较意爱传统单纯的解说。但是这个传统单纯的解说，嘛甲传统无啥共。因为传统咧讲。是因为所罗门王有智慧，但是伊的智慧对倒来，其实这个故事内面，咱爱去看到是老母的疼，因为所罗门王伊感受到失去老母、失去囡仔的这个老母，
迄老母伫遐一定安怎？流目屎伫遐哭，伫遐非常悲伤。老母的哀哭，老母的悲伤，伊会通唤起人的心灵啦，唤起人内在的灵性。所以伊的灵性受唤醒的时阵，所罗门王就安怎？忽然间伊有智慧。换一句话，因为迄个灵敏的心，互人有智慧。若是怨恨的灵，互人失去智慧，反倒转去伤害别人。所以所罗门王会通有智慧，是因为这个老母伊的哀哭、伊的悲伤、伊的目屎，唤起所罗门王内在的灵性。所以所罗门王一看就知影，什么人是真正的老母，因为迄个有疼的，是真正的老母。所以圣经罗马书咱前爱读的时阵，有一句话安尼讲：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爱用迄个好赢过迄个歹，迄个恶。耶稣基督伫迄个山、迄个登山宝训的中间，也甲咱讲：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这是上帝国子民真要紧的灵性。因为罗马书迄个马太福音5章7到8节安尼讲。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他们要看见上帝。所以，伫这个判决的中间，故事会留落来，唔是要来甲咱讲啊，所罗门王真有智慧，乃是要甲咱见证上帝的详实，互咱知影真正的疼会带出灵性的启发。真正的疼会带出灵性的启发。箴言第1章第7节咧讲，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伫列王记顶头也记载，所罗门王伊会当去领受上帝的智慧，是因为安怎？伊献1000摆的祭，然后伊恳求上帝，伫梦中见到上帝，伊向上帝求。上帝问伊讲：“你爱得到啥物？”伊讲：“我爱得到智慧，会通去分别，会当去做这个诉讼的判断。因为迄当时的国王，拢是人民最后司法判决的最终审。伊伫遐望伊会通有即款的智慧，是要来解决人甲人中间所拄着的过失，因为伊若无智慧，就会发生真侪这个冤假错案。所以所罗门王向上帝求智慧，伊的智慧就亲像创世纪内面约瑟解说的梦的时阵，约瑟安尼讲：解梦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伫故事的中间，其实搁较要来彰显出来。是上帝通过老母的疼，临到伫正人的中间。圣经内面甲咱讲，若无有疼，即使我会当讲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若无有疼，就亲像弹的喇叭。若无有疼，就算我有逐样的文字，知影逐样的奥妙、专备的神，这嘛无算啥物。若无有疼，就将我本身献互血烧，嘛无利益。圣经讲，上帝就是疼，住伫疼的内面，就是住伫上帝的内面。今仔日这个经文内面，其实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对大来讲起来，通讲是对老母的目屎所感动、启发所有的。有疼的人，你开始就会慢慢有智慧，知影上帝的旨意，要安怎互上帝的旨意行伫地里，那亲就伫天里。其实老母拄带互咱的疼，是要互咱生命中间有智慧。伫今仔日母亲节的中间，咱也爱学习有疼的所在，迄就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有疼的所在，迄就是天堂。
有听的所在，咱就会当看见上帝踮伫咱中间。愿听踮伫咱中间，也启发咱的灵性，启发咱的智慧。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今仔日主日学儿童主日，互小朋友带领阮做阵来敬拜，也帮助阮，互阮通过上帝你的话语来学习迄个听。因为老母的目屎，老母的听，启发王的智慧，启发王的灵性。愿你也帮助阮，互阮看到对主你来的听，踮伫阮中间。因为你为着阮来牺牲钉死伫十字架顶，你的听，就互阮性命会通得到完全。愿你施恩来看顾阮每一位，看顾阮所有的小朋友，看顾阮的每一位兄弟。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用圣诗第132首，耶稣听我，我知命，来回应上帝话，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即马是公道的时间，请咱为着下面3项代志祈祷。第一，为着妈妈甲兼母子的人，
为因的身体、心灵甲信仰来祈祷。第一，请为着5月18到19日各中生的考试来祈祷。第三，请为着咱的家庭甲属灵的大家庭，就是咱的教会来祈祷。请陈以诺、阙其安、陈木华同学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而且有侪侪的妈妈，甲有贴心的长辈，因付出家己的时间甲青春来照顾阮所有伫遮的囡仔。希望上帝永远祝福因，互因身体健康，心内平安有喜乐。5月19日是国教会考的日子，愿各有天父看顾所有参加会考的同学，互因拢有好的表现，帮助因能将正前所努力准备的成功，充分发挥，得到好的成绩。疼阮的上帝，求你保守阮所有的家庭，无论大人囡仔，拢来敬拜你。求主帮助也袂信你的人，拢会当来教会听你的话语，做伙敬拜主上帝，互因亲像扫罗变保罗共款，会当对无相信变作为主宣告。求主帮助教会会当用好的方式来教阮，互遐个喙讲信主，但是无完全相信你的人，会当尽办你的大权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奉献，请陈木华、陈以诺、阙其安、陈慧恩、陈木义、赵胆、李雨熙同学书奉献。
会众请起立，手奉献诗。会众请坐。庆贺，请萌萌大几班小朋友，因要表演的诗歌是《不停赞美》。多谢萌萌大几班小朋友的表演。报告，请王亚玲校长。大家平安。庆祝母亲节，平安喜乐。恳求上帝赐恩赐福每一位母亲，也纪念心甘母一个人。教会有准备礼物，给妈妈甲已经结婚的女性。即阵请主日学学生来分享礼物，请你有身份的个举手，安尼囡仔较好分互你安尼吼。好，刷咧我继续报告。今仔日礼拜也是儿童主日，感谢儿童主日学学生伫礼拜中的服侍，献上互妈妈的礼物甲感恩的祭，愿上帝纪念老师、学生甲家长。第3点，5月19日，圣灵降临节，特别举行圣礼典。
请已经领受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礼的基督徒，备办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宴席。服侍名单，请大家家己看。第4点，5月26日，礼拜日下晡2点，伫济南教会大礼拜堂举行升学礼拜日讲座，主题是没事干嘛读五经。曾宗胜老师主讲，邱凯丽老师主持，欢迎大家参加。第5点，2024年暑期儿童营开始报名，时间是7月1号到5号。早起的8点到下晡的6点，5点放学，欢迎兄弟邀请各小的学生报名参加。营会嘛需要备餐的同工，若是有愿意的人，请找社房长老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6点，2023年的讲道集甲周报的核定本已经甲线完成，每号1本，数量有限，摕了就结束吼。第7点，了解失智症，准备教育的知识，照顾愈顺手，也会提升陪伴照顾的品质。邀请大家参加5月20号礼拜一下晡2点，伫济南教会美苑小礼拜堂的失智症家属支持讲座。其他项目家己看吼，因为我经迄较重要的。刷咧，我要甲大家感谢，今天孩子们都表现得很棒，比我讲的还要好。大家甲因鼓励一下，感谢大家陪伴。今仔日主日学生嘛，足欢喜，甲大家同齐伫遮敬拜上帝。感谢大家继续来支持主日学的时间。阮今仔日刷咧，我要甲主日学学生讲吼，我该怀疑。各位同学，等一下，今天就没有小大卫跟打击课哦耶！好，然后因为今天你们表现很棒哦，超乎我的预期哈。今天那个我以为爱班会很吵，然后哭闹声没有啊，感谢上帝。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结束，到最后电乐才结束哦哈。所以结束的时候，大家要一起收拾。然后到主日学教室，每个小朋友也会有一份儿童的礼物。我要看有没有谁表现不好哦，哈。好，安尼以上报告。感谢亚玲校长，请黄春生牧师请安加介绍新朋友。这是我来介绍咱中间的新朋友。首先来介绍的是蔡生然，来欢迎。过来介绍的是单信达、陈信达，欢迎。好，请坐。介绍迄个周巡龙威因昨下晡结婚啦，最新的夫妇。好，请坐。咱也甲咱的兄弟姊妹彼此请安，小朋友我们也彼此请安，上帝祝福大家。嘿。上营信息第420首，上帝保守你，会众请起立，应是煞，请黄春生牧师祝祷。
愿属五万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五万。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特别甲辛苦的妈妈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岛闭会，请做伙参加茶饼会。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到雨伞口。